周小松議員，多謝主席。就首先我申報啦，我所屬嘅機構勞聯係僱員再培訓局嘅其中一個培訓機構。咁我有兩方面問題啊。第一個呢，就我關注即係僱員再培訓局改革之後嗰個財政嘅可持續性啦。咁大家知道即係呢次改革建議呢，就包括依家已經行緊嘅放寬學歷同年齡嘅限制啦，就個適用對象可能就擴大咗好大。另外呢，都需要建立一套技能為本嘅培訓框架，呢即係睇落都係好宏大嘅目標計劃啦。咁嗰個培訓資源方面呢，會唔會有一個可持續性嘅規劃喺度？呢個第一個問題。第二個問題呢，就係我關注呢，就之前我哋睇僱員再培訓局呢，就兩個關鍵字，我自己理解就一個就係所謂就業為本啊，因為就業都相當重要。第二個呢，就基層勞工啊。咁我即係關注呢，就改革之後，我哋對於就業支援方面嘅資源呢，會唔會受到佔用，或者會唔會削減咗？或者更加具體一啲，我哋一啲就業掛鈎課程，會唔會個學額方面啊，或者係整體個學時方面呢，會唔會真係有到大幅度嘅削減呢？就呢兩個方面嘅問題啊。多謝主席。局長。好啊。主席多謝周議員嚇。正如啱啱我有講過啦。黃傑龍主席都有講嘅，我哋今次提出僱員再培訓局嘅全面改革呢，係建基於一個大原則嘅，就係舊有嘅對於我哋基層打工仔嘅支援呢，呢個係仍然要維持翻嘅，我哋要做嘅。但係呢，大家都要睇得到呢，未來社會變革會好大。尤其係隨住人工智能嘅高速發展同埋普及化呢，其實受影響嘅呢已經唔係基層打工仔嘅，即係好多行業呢都會因為人工智能嘅普及化呢，就無可避免到呢個浪潮係席捲全世界嘅。我哋要做好應對嘅措施。咁當然唔係淨係靠僱員再培訓局一個去做嘅，但係僱員再培訓局一定要有前瞻性。咁所以我哋就提出咗呢，都傾過一段時間嘅，又做咗研究，亦都睇清楚呢，我哋要向技能為本去行。呢個方向係要咁樣行嘅，就盡量幫所有有嘅打工仔咧，都即係提升佢哋嘅競爭力啦。呢個係呢方面嘅。至於好具體嘅，譬如以就業為本嘅課程咧，我哋會堅持做嘅。但係一啲詳情咧，或者睇下總監可唔可以再補充一下，好嘛？多謝局長。其實周議員嗰兩個問題，我先答第二個問題啦。即係局長頭先都解釋咗㗎啦。主席都提過，我哋一路嗰啲就業掛鈎課程咧，我哋係冇諗住削減嘅。而家大約我哋個學額都佔咗超過40%嘅。咁不過我哋嚟緊會改革，就係話咧，呢啲就業掛鈎課程我哋將會有一啲會拆細變成微課程，可以堆疊嘅。咁變咗等啲學員咧可以更加靈活咁樣學習，先學咗一啲關鍵嘅核心嘅技能。咁佢可以盡快去重投呢個職場，到佢有時間啦，或者佢有興趣啦，再讀翻其他一啲比較需要補充嘅技能嘅。咁反而個服務咧，就係服務我哋會加強。我哋第日搬咗去新總部之後咧，我哋會喺我哋嘅服務中心咧，去加強呢個職涯規劃。呢個培訓同埋就業輔導，同埋一啲試工啊等等，一啲希望咧帶到啲新嘅技能嘅展示，去俾到啲不同嘅打工仔，等佢知道嚟緊其實有啲咩嘅工種或者技能佢需要學習咧咁。咁第一個問題咧，就係相對我哋嘅資源咧都仲係穩健嘅，咁我哋一定會謹慎理財，量入為出。嗱，因為我哋都嚟緊都會發展多啲不同嘅技能課程，但係我哋會用微課程化，咁所以變咗咧就都可以控制個支出嘅。